冇咩好萊塢大片，冇咩經典嘅小說，冇咩愛情，係自己同自己嘅。所有有流量嘅嘢都係自己同人哋嘅。一個影視作品，佢哋可以感動到我哋，可以令到我哋好開心，可以令到我哋好懵，令到我哋好悲傷，都係源於角色代入。你要明白，我哋每一個人其實都係一個角色，我哋都會存在於各種關係裏面。你生活上面嘅所有氣氛，就係作為呢個角色喺呢個關係裏面嘅生活場景裏面。所以今次我教大家呢個方法叫井字遊戲。你係咪每次睇到人哋啲爆片都覺得似曾相識啊？喺寫文案嘅最後會俾大家一個伏勸嘅，就話俾你聽，你每個人要成為一個短視頻嘅高手嘅話，你哋要將自己當作一個作家咁睇。作家係不斷細緻咁喺度觀察生活、品味生活嘅。生活裏邊有足夠多嘅情緒，不過你哋冇當時就記錄低佢。一個觸動你情緒嘅嘢，絕對就係一條爆片啊！兩姊妹係嘛一齊話今日嘥咗好多時間，時間我做咩啫？又喺度 hea， 時間好值錢，我啲時間好值錢咩？出咗幾多人嘅心聲？呢咪就係爆片思維。我哋日常生活裏面，我哋一定要收集我哋嘅情緒，因為你往往能夠打動嘅就係你上下10歲左右嘅人。喺生活上面積累你嘅選題就係情緒。我哋做抖音就係情緒價值最重要。你哋係做嗰樣嘢嘅話，你哋應該多啲喺你嘅垂直領域上面查。只有見識先可以令到你嘅想像力越嚟越好。